的敬拜。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也是我的盾牌。我的心倚靠伊，我就得到帮赞。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。诗篇28篇第7节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今仔个三角主节来到主的圣殿，咱来标记伊，咱来敬拜伊，因伊是牵得咱大而乐的主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安静咱的心，咱将咱所有的挂虑、所有忧愁摆在主的面前，咱啊将咱家己完全交托伫主，恳求主引带咱头前的路障，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困境，咱拢会当对主来行。只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三角将咱家己交托伫主的面前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主啊，我感谢了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是阮所有伫阮每一人的心情。主啊，恳求你，让阮头前的路障，互阮行伫你的路，拢无摇错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也是阮的盾牌。阮的心倚靠你，就得到帮助。主啊，今仔日阮来到你的圣洁的殿中，毋是靠阮家己，是因为你的恩典将阮三角组织。阮的心充满欢喜快乐，因为你的保守甲看顾，互阮伫无论阮的性命拄着什么款的挑战，你总是稳当的倚靠，互阮心中有平安有圆满。这是阮全心全意将上赞献予你，愿阮所唱的诗歌、所献上的敬拜，单单归荣光予你，因为你是配得阮一切而乐的主。主啊，愿你降纳阮的敬拜，愿圣神自由运行伫阮的中间，相信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一粒较无的心、较无的灵来亲近你。甲你三结连，望阮今仔日来敬拜，甲你来三拄，伫诗歌的中间来得到力量，伫祈祷的中间来领受新的愿望。愿人的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洁的名。主，我来追求你的美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靠无你的同在，求你加深我，来充满我。主啊，我来追求你的美。主，我来追求你的美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靠无你的同在，求你加深我，来充满我。姊妹，咱为着咱家己的罪，佮为着咱所徛起这个
土地所犯的罪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咱将咱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的保护洗净咱所有的罪，所有咱知也是咱毋知的罪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你的话应允咱讲，按若承认阮的罪，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阮的罪，洗净阮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今仔日阮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常常伫思想、伫言语、伫行为中来亏欠你的荣光，恳求你怜悯赦免阮一切所犯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搁要为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，向你来认罪。这个土地因为人心的骄傲、自私、拜偶像，无实行公义，来亏损你的名。阮承认，阮常常远离开你的真理，行伫家己的道路。主啊，恳求你来赦免，也恳求你来医治这个土地，互你的公义甲慈爱，搁临到阮徛起的这个所在，这个岛屿，这个国家。主啊，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阮，洗净这个土地，互阮搁做你圣洁的子民，遵探你的心意。愿阮的性命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拢回转倒转你，互你的荣光、你的福音遍传伫这个土地上面。愿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复兴台湾正教会，会让真做传扬平安福音、救赎恩典的教会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阮上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万民的主，万国万民拢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现今的局势，世代动荡不安，战争、灾难、无公义，充满伫这个世界。正人失去正人的心失去方向。我们为着这个世代，你来仰望。恳求你怜悯列国，互动乱的所在得到和平，受苦的人得到安慰。天父，我们要将阮所听台湾这个岛屿全然交托伫你的亲手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，将公义、清廉、智慧赏赐予执政掌权的，互这个土地行伫公义、甲真理中间。主啊，嘛要搁为着台湾正教会祈祷。的圣神大大来管压，福音你的百姓，来点导阮热情火热的心，彼此相听，合一祈祷，互教会成做世界的光甲盐，勇敢传扬平安的福音，见证基督的救赎的恩典。愿你的国领导，愿你的旨意，真是这个世界和天顶同款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咱家己甲教会兄弟姊妹，咱三角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咱的心，也互咱甲厝邻的人的关系会当和睦。嘛为着咱的工课甲经济来祈祷，嘛常时为着教会身体有病
软弱的兄弟姊妹，咱来祈祷，守望祈祷，咱三角来祈祷。请天父上帝，今仔日阮从阮当地，要将教会甲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知影阮心内的软弱甲需要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心，袂互对敌来攻击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信心、有盼望。求你帮助阮，甲阮厝里的人的关系会当和睦，彼此相听。互每一位家庭的成员的心灵，拢会当得到你的医治甲安慰。主啊，我嘛要紧搁为着阮厝里的人来祈祷，无论伫工作、伫职场，也是伫学校的生活来祈祷。愿你将智慧甲稳定手束互阮，互阮伫同事同学中有美好的关系，会当活出基督的见证。天父，我若要搁将兄弟姊妹经济需要交托伫你的手，求你供应一切的需要，解决阮财务的困境，来互阮经历你是丰盛的上帝，搁求你看顾保守阮的心灵，拢会当健康，医治所有的疾病，保守阮甲厝里的人拢有强壮的身体，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名。愿恳求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上时，咱嘛为着咱教会的同工，甲各项的事工来祈祷。咱为着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服侍团队，甲团契首长、干部、全职的同工来祈祷，互因充满主的恩赐，服侍中有智慧甲能力。咱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，献上咱的祈祷，互咱每一人拢搁较无主的话。咱嘛为着咱大使命的事工来祈祷，特别咱开始咱的福音的季节，咱为着咱所有的福音小组，咱所举办的福音的活动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那么，上是为着咱要迎接50周年、50禧年的各项事工。特别是咱伫今仔日的下晡，咱有一个小组研讨会，咱嘛献上咱祈祷伫这中间，恳求主大大赐福伫咱所做的工程面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将教会所有的同工甲事工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伫你的圣殿中共同来服侍。主啊，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、服侍的智慧甲能力，赏赐伫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服侍的团队，佮所有团契、首长、干部、全职同工的中间，互因伫所做一切事顶面，拢有你所赐的力量甲引带。天父，我嘛要佮为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祈祷，愿圣神管辖伫阮的中间。互阮搁较无你的同在，常常祈祷，专心较无你的话语，用火热的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。愿富强教会成做充满圣神的同在的教会，成做一个火热的教会。主啊，我要搁为你的赐予阮的大使命，我来祈祷，恳求你来使用阮每一位，使用阮富强教会每一位人。来勇敢来传福音，因带人来归向你，互较侪灵魂来得救，建立你的荣光的国度。主啊，尤其我要搁为着阮说到50年这个时刻，阮会将一切的筹备、一切的安排，拢交伫你的圣手。求你赏赐阮有一个合你的心志，亲身带领今仔日下晡的小组的事工研讨会。以及过来一切的事工，拢是照着你的恩典甲旨意，阮来完成，为着要见证你的荣耀来行的。阮安尼感恩、恳求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主，我们来追求你的恩，求你来充满我。追求你的名，求你充满
我来求我，主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加增我来求我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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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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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阮变做我完美。这时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为着今仔日主日的礼拜敬拜来祈祷，求主兴旺咱每一位坐伫座位顶的兄弟姊妹，赐了搁较济较无的灵敬拜灵伫咱的中间。那么为着所有的服侍，甲所有的事工敬拜，咱单单归荣耀予上帝。那么为着今仔日要向咱分享讲道的王武聪牧师。甲下晡小组事工研讨会的陈建岳牧师，咱嘛为因来祈祷，恳求主的圣神甲因三角地地，亲身来引带因，互因嘴里所讲出的话，拢会当互咱得到造就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开力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，请天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从阮今仔日的主日的敬拜，主啊，我们渴慕你的同在。恳求你今仔日伫阮的中间兴旺阮，赐了搁较侪较无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学乐的灵，互阮的心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搁将今仔日的一切的敬拜甲服侍，交伫你的手中。愿诗歌、祈祷、奉献甲信息的分享，拢单单归荣耀互你。我拢无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只为着你的名要得到高举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特别要为今仔日的讲员王武聪牧师的祈祷来祈祷，恳求你高我伊的嘴，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满有对你遐来享受的能力，成做众兄弟姊妹的造就甲安慰。搁为着下晡小组事工研讨会的陈建岳牧师来祈祷，求你使用伊的分享来激励众人伫服侍中会当得到更新的异象。主啊，愿今仔日的敬拜，甲所有的事工，愿全然交托伫你的恩典甲掌管内底，互阮诚心来领受，来经历你荣耀的同在。愿来感恩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。主，我们来追求你的面。主，我来追求你的面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三个对座位中来起立，咱三个来敬拜。主，我较无你的同在，求你加增我来充满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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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。主，我们专心来学乐，我
我们专心来敬拜，为完完的颂赞，会当献到你的面前，成做香香的祭。专心感谢，专心乐乐天地你的门，专心颂赞献上敬拜，是最尊的过节。你的大名拢无挂入，你都满满，常常感谢你的无双，恩望在你里，专心感谢，专心乐乐天地你的门，专心颂赞献上敬拜，是最尊的过节。你的大名拢无挂入，你都满满，常常感谢记得无煞，恩望在你里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你名，以你的意志赢过你世间千年，我要专心乐乐，永远乐乐最高乐乐，我要大声乐乐你的无煞，专心感谢，专心乐乐天地你的门，专心颂赞献上敬拜，是最尊的过节。你的大名拢无挂入，你都满满，常常感谢记得无煞，恩望在你里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你名，以你的意志力赢过你世间千年，我要专心乐乐，永远乐乐最高乐，我要大声乐乐你的无煞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你名，以你的意志力赢过你世间千年，我要专心乐乐，永远乐乐最高乐，我要大声乐乐你的无煞。专心感谢来进入你的殿。专心感谢，专心乐乐天地你的门，专心颂赞献上敬拜，是最尊的过节。你的大名拢无挂入，你都满满，常常感谢你的无煞，恩望在你里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
是高贵，咱的家荣耀了主，咱就是尊贵的祭司，尊贵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。你若是这话，咱就是高贵，咱的家荣耀了主，咱伫遮荣耀而主，咱的家荣耀了主，咱的家荣耀了主。将一切荣耀归乎天顶的爸。